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2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警方伫咧台中的丰原查到一间地下室分厂，有掠到一个主嫌5个绕跑的移工，现场查扣万外公斤的薰草，佮有工具等等。无照驾驶造成的死伤人数已经比食酒赛车造成的佫较侪。另外，嘛有未少无停留消防车、救护车的驾驶，互警方处理。甲闽南语正名做台语的议题，教育部表示会先针对非课纲的业务来甲闽南语改调，课纲的部分要该经过课审会讨论。新闻头起先来看到，警方伫咧台中的丰原有查到一间地下室薰厂，有查扣调味薰草万外公斤，会当制作76万包的树薰，而且还有其他的工具，拢总价值7000多万。侦破地下制烟工厂，于台中市丰原区查获蔡姓主嫌及印尼籍逃逸移工5名，查扣调味烟丝1万余公斤及设备1批。私烟估计可制成约76万余包私烟，市值高达新台币7000多万元，并规避逃漏政府各项税捐，违规情形重大。警方伫咧年初接到情报，有一位姓蔡主嫌伫咧偏僻工厂，用国产甲进口无好的薰草，私底下咧偷做薰趁钱。警方4月底攻入去台中丰原的这间树薰厂，有掠到姓蔡嫌犯甲5个绕跑的印尼移工，当场嘛查扣到薰草、工具等等，依照违反薰酒管理法，甲因移送。因函送财政局裁处，因若请绕跑移工的部分，劳工局嘛来甲因处分。再来看到金门昨传出有5位游客去餐厅吃饭了后，咱像出现食物中毒的状况，在流佮有吐。一阵游客就医了后，伫咧昨下晡就已经返来到台湾本岛啊。金门县卫生局嘛有去餐厅来稽查。7月1号上午大概9点多，我们接获金门医院的通报，有自由行游客有5人到金门医院急诊来就诊。那我们卫生局接获通报后，立即前往医院进行相关的调查，也前往这个该团用餐餐厅进行稽查。卫生局去稽查游客要去食饭的2间餐厅，发现到包括冷冻冷藏欠温度记录表、厨房的粪扫桶无盖挂、食材直接接触到地面等等的缺失，限期要求改善。若无上济会当甲因罚2亿。卫生局嘛针对着环境、食材、患者甲厨房的人员采检送验，按算1-2礼拜内就会有结果。因昨暗头啊，伫咧台北车头附近，一位骑车的民众闪袂赴，结果就含赶要去拍火消防车烧弄，骑车的人嘛受着伤。因警方表示，台北市今年到6月为止，厝底无停留消防车、救护车这寡紧急车辆违规的拢总有22件。不过交通裁决所回应讲，3档内拢无接到警方所发的记法，所以拢无开着罚单。消防车要出勤，外口拄好落大雨，二小协助开道。红灯要过路口，突然间有一台奥多麦对边撞过来，骑奥多麦的人身躯有挫伤。双方驾驶经检测酒测值均为0，机车骑士伤势为四肢多处擦挫伤，意识清楚。但是发生伫咧台北车站，23岁姓林的查甫人，伫初一暗6点外，虽然伊是青灯用的行。不过消防车伫咧值勤时阵要去拍火，骑奥多麦人虽然有让，不过无顺利跋倒去弄到消防车。闻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等特种车辆之警号，无立即避让者处3600元罚款。今年1至6月共取缔22件，较去年同期增加13件。警方统计，今年1月到6月，汽机车、无让、消防车、救护车这种特种车辆，台北只有22件。虽然会当开单裁罚。不过，交通裁决所讲，最近3年拢无接到警方相关的举发，并无开单，双方的讲法有差。只是若拄到救护救灾的车辆，民众要安怎让？可能会看一下，然后就快速通过。如果声音越来越近的话，就会先往旁边靠。虽然消防车有优先路权，但消防车于行驶时仍有采取必要安全措施之注意义务。否则，如果不幸执勤中致人死伤，仍可能面对过失致死或致伤之情。消防车救灾有3项让的原则，若是单车道则向正平闪，同一个方向2个车道向倒边甲正平闪，同一个方向有3个车道是向两边闪。律师提醒讲，若是用路人听到警示声爱让，
消防车伫咧出勤时阵，也有相关的注意义务，各方面互相配合，才当互道路更加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2024环太平洋军演正在进行陆地训练，美军也分享到城镇战的作战守则。学者就讲，咱的国军嘛会当利用反恐怖攻击的名义来争取和东南亚国家交流城镇战的经验。另外，若是军事行动，各国嘛同齐来进行运动比赛，希望用无同款的方式来训练团队合作。伫树林内底快速刷动，赶到指定所在。环太平洋军演毋是干那海上操演，陆地训练同款重要。相关科目拢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亲身设计。亲像是要甲印尼官兵新战术小组要安怎分工，难得有这款机会，各国官兵拢真详细咧听，才有指示行动。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有29个国家参加，每一个国家的训练方式、环境拢无同。美军嘛甲各国交流城镇战的经验。So every time we get a new partner force to operate with us, it's just a learning experience from the start. I think it's a really cool experience. A lot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 lot of things they can teach us, things we can teach them, but also just building that camaraderie and that bond between partner forces. 他们比较倾向的是一种小规模的一个城镇作战，所以其实在这一边的话，对于我国来说也是有相当多可以值得借鉴的部分，特别是说从登陆、从水技到这个从这个登陆到岸防到这一个滩岸，一路到城市，中间这一段距离，其实对台湾来说，这一段还会有一个空间的战斗。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跟美军来做这边做一些互相的一个互通有无。台湾虽然无参加军检，不过咱国军这几年城镇战的训练比例提悬，外界嘛咧讲两岸战术无排除会拍到本岛市区来。学者分析，亲像菲律宾等等这些东南亚国家，常常拢会破军恐怖分子，城镇战经验较济，咱就会当参考，嘛当透过反恐训练的目的，争取甲东南亚的国家合作。夏威夷附近海域，搜救人员对直升机跳落去海底，这群人多数是美国退伍军人，甲美国国民兵合作，协调海岸巡防队会训练3礼拜，演练甲人员对直升机顶悬救出来，顺利跳机。We are retired military, most of us, and this is Trident Adventures, owned by a retired Navy SEAL. So right now we're in training to become cast masters to exit people out of an aircraft safely. 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拢总有29个国家参加，超过25000人。因那公司新闻也访问了这关官兵，因拢讲一定来拜访这个威基奇海堡。伫咧军演期间，各国透过运动比赛加深关系。The Waikiki Beach is a classic. In Hawaii, and shopping and go beach in Waikiki Beach. 闪过防守，找到射门机会，德国甲南韩对决，这是环太平洋军演的世界杯。另外一边的马来西亚皇家海军甲纽西兰皇家海军毛比排球比赛，军演期间唔有操课项目，搁安排运动比赛，积分上悬的才有奖杯，有利扩大国家民久的伙伴关系。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推动的国会集权法案，目前也搁咧等实现。不过，即阵国民党团队规划要成立镜电视调查专案小组，无排除要动用调查权。民众党团嘛要调查国发基金等等，搁要甲邀请总统去做国情报告的提案摆入去议会议程。行政院长对因台视呼吁在野，目前也搁咧申请实现甲暂时处分，所以应该先卖互大法官压力。我还是诚恳的希望，在这个提出释宪以及申请暂时处分的时间当中，任何人或任何机关都不要给大法官任何的压力。行政长杜荣泰对在野地位发声，因为就算国会职权法案进入实现阶段，国民党团议员开出第一枪规划初三成立镜电视调查专案小组，而且无排除行使听证权，邀请民间人士到立法院作证。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开会有做决定了哦，民众党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意愿，能够尽速的立案到底在哪里摊在阳光下。NCC 事后的作为。放水、护航，且赖清德总统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规定，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民众党团也希望透过听证调查制度，锁定国发基金、镜电视等项，
佮指出第12协商领导期过后，佮要求将邀请总统赖清德到日前国情报告的提案摆起议会议程处理。对拿被做法，民进党团拢无认同。违宪的扩权的调查，国民党、民众党应当自治。在这个释宪结果还没有出炉之前，要用恶法来要求赖清德总统就范，这样都是违反宪法精神。调解也伫选拔花旗地顶悬交手，拿赢党团规划修法，调员罢免了抗战，搁伫办事办审。毋过，毋那民进党团反对，民众党团也无支持。毋过表示会提出党团版本的修正动议，提议联署过程应该更较严格。杜英台是指出，即卖法律就是选民甲平台契约，任何扩权的动作，拢会受人民的检视。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解决少子化，行政院长杜英台昨提出，由户政单位来提供也未结婚的青年、甲结婚也未生囝的翁仔某的资料，互相关单位来推广催生的奖励，这是引起外界的质疑运输的问题。杜英台今仔日个背回讲，是希望当更较有效来宣导政策，绝对无踏过线。体验联谊活动，台北市要促成大些人透过联谊熟悉另外一半。9月7日，各要办联合婚礼，推出奖励催婚。毋若要催婚，少子化各按规矩，生囡仔是一定爱有的。行政院长杜英台提出，户政单位应将适婚年岁、未婚青年或者是结婚无生囝人的资料催出来，方便消解奖励政策引起侵犯各自的疑虑。将来透过各种的科技技术，可以更有效的直接做一些政策及奖励措施上面的加强宣导，绝对没有逾越现在在进行的各项工作。杜英台澄清，健全的户政制度应有效帮助政府做人口规划，不过调解立委共写呼吁，爱重视个人运输。不结婚或不生，第一个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人生的这个生涯规划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点侵犯到个人的选择哦，人生的这个自由，还有隐私。没结婚没生小孩，难道是罪吗？每年都上千例以上来帮助少子化，结果越帮生的小孩越少啊。这个户政的部分，那是由每一个国民他自己的隐私权，他能够自己决定他要不要结婚，他要不要有下一代。那这就是我们跟其他非民主国家不同的地方。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是到三港讲话，强调杜英台讲法利益是正良善，不过爱顾虑被催出来人的感受，也要避免各自泄露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无照驾驶造成的事故死伤人数已经比食酒赛车造成的更较侪，而且即阵当咧歇热，有民团着呼吁家长要加注意学生囡仔无驾照骑奥多麦危险。虽然去年已经有加重罚无照驾驶，不过立委林月琴认为会当搁学外国，上当关到3档，靠车吊销驾照，而且共车嘛会受罚。74岁无照驾驶的姓肖的老先生，雄雄大乱弄飞中华圣诞的小姐妹啊，两人到即马医院伫病院，靠呼吸器维持生命。在国内最近5年，无照驾驶的事故每年平均4万件以上，造成差不多7万人死伤。毋那比酒后赛车造成的危害更较严重，社会成本已经超过1000亿。一个死亡是1600万的社会成本，受伤是880万。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他们一再的违规的话，又是全民买单。无照驾驶交通事故每年增加，成长幅度高达22%，尤其开始歇热。监管基金会分析，未成年离校赛机车的事故伤亡，甲15到17岁高中生死伤人数上侪。进入暑假的一个期间，也就是我们无照驾驶最高峰的一个时间点。未成年无照驾驶的一个成因呢，就是自撞，以自撞为主。林月琴呼吁交通部爱有日本、美国的法规，无照驾驶明定刑事处罚规定，相关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佮扣车。取消驾驶资格，甲共车人连带处罚。去年6月30号新修正处罚条例，确实是有针对这个无照驾驶的这个部分，在加重罚款，包括里面这个就是这个最高罚款这个12000，提高到这个24000。最近3年无照驾驶在罚人数伫18万到20万人，其中累犯就占2/3。虽然加重罚款，
不过，林华琴认为也是有无够的所在，无法度有效协助。因讲是互无定时炸弹继续出现伫车路顶悬。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立游泳池传出一位高中生在游水时，互破气的泰鲁挂着伤天两针。民代嘛反映讲，这游泳池的设备上过老旧。体育局是回应讲，游泳池已经有完成检修，嘛有要求营运的厂商要加强巡检，因也会过来争取增建的经费。卡邦所在老深深的伤痕也天两针，代志发生地点就在桃园市立游泳池。这16岁姓陈的高中生周末来游水的时阵，互游泳池内底破起泰鲁挂伤。游员要求体育局全面检视和修理。常常来游水的民众也反映游泳池设备老旧。可以的话，可以再升级新一点吧。就是因为他也年纪比较久了，当然现在用还是可以的。泳池内多处瓷砖破损脱落，而且也有修补过后的痕迹，但塑钢土修补过后还是会掉，所以一样有割伤民众的风险。针对受伤的学生，桃园市立游泳池经理表示，迄时阵除了简单处理空喙，搁送到附近诊所治疗以外，也请伤者保留手机，方便后续保险理赔。另外，泰鲁破气的部分，事发迄一天已经完成检修。有发现有民众或者说我们现场有检查到有任何的状况，或者说需要修缮的地方，我们也都是立即就是请厂商来去做检查，然后并且做修缮的。游泳池内外世界拢看到修理保养的痕迹。桃园市立游泳池启用到即马30几年，设备老旧，敢若今年到目前相关的修理费用已经超过200万。体育局表示，已经要求营运厂商提供巡检评论，也争取相关修整件改善的经费，提供更加友善完备的运动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摒生育率，云林县府今年有推出万保量计划，只要囡仔的爸母其中一个人设户籍伫咧云林满3个月，就会当申请到6万至13万的津贴。不过最近就发现有家长领到津贴了后，就随个甲户籍迁走。所以即马云林县府是修改实施办法，爱设户籍伫咧云林，而且住满8个月，才会当来申请。云林县连续16年出事的人数拢比死亡人数更较少。为着要刺激生育率，县府推出万保量的计划，只要爸母其中一个人户口放伫云林3个月，就会当申请领6万到13万的津贴。不过，即马所发现有家长一个领到钱，就把户口刷出去。如果有延长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对云林县来讲是最好的，因为才可以确保说他们是真的是云林县的在地的民众。民众说那个迁户籍过来把钱。说领到了这一笔金额，然后再离开的话，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根据县府民政处的统计，万保量的计划为今年1月份实施到6月底为止，已经有2569个红婴仔出世领到生囝津贴。元旦了后，甲户口刷入来领到津贴的有785个人，不过领到钱了后，就甲户口刷出去的嘛有13个人。总占比是大概0.07啦，也就是不到1成。这个数字这样子，那我们或许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有迁入迁出的这个情形，那其实迁徙是一个有多种原因的啦，所以我们就客观的数字上来看，这13人哈。县府表示，为着要避免家长领到钱就把户口刷走，县府修订相关的办法，为7月初一开始申请万保量计划应用金，爸母其中一个人户口要放伫云林，而且要住8个月以上，希望这个政策会当久长行落去。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来关心，进前有台语团体发起要甲闽南语正名做台语的连署。针对着这个议题，教育部伫咧立法院备询的时，是一直拢无正面的回应。不过，即马总算有提出书面的报告，表示讲会先针对非课纲的业务来甲闽南语改掉。也若牵涉到课纲的部分，是爱搁经过课审会讨论。也若台语团体甲立委是呼吁教育部唔通搁闪嘛，莫搁拖。2022年的时候，教育部长在这个地方就承诺立法委员要来进行盘点，已经给你们2年的时间了，你们已经延宕2年，所以2周之内完成教育部的盘点，就台湾台语要证明使用的部分，
6月初6，第二判院针对闽南语要正名做代语的议题，民进党立委吴派亦指出，2002年教育部早就有承诺讲要研究甲协调，2年过去教育部所要是无实际行动。不过，即马教育部总算有书面的回应，打算要针对课纲关联性较低的业务来改。8月底进前，咱教育部家己内底咱的公文，佮有咱这个网络顶悬的词典，都会来完成台语的正名。这我感觉讲这是第一步啦。过来就是咱的课纲，咱的课本，这要经过课审会来讨论。针对调整台语名称的规划，根据教育部提出的报告，指出会照文化部进前公布的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建议用语，包括台湾台语和台湾闽南语混做非课纲甲课纲2阶段来修订台语的名称。其中针对课纲的部分，也搁来研究讨论共识。不过，要发起台语正名的民间团体是认为，照文化部进前的调查报告，社会早就已经有共识要叫台语。会当一步一步来，我也是感觉有肯定啊，感觉最好的。不过，阮伫遮是想要请求课纲小组，因就爱尊重大部分台湾人，就是认为台语就是叫台语的事实。所以因讲要去追求共识，阮是感觉讲其实共识已经有啊，就是叫台语。根据教育部的书面报告，文化部打算伫7月至10月召开国家语言发展论坛，其中会讨论台语名称的议题。教育部表示会积极参与，后续课纲会根据文化部的建议来修订名称。因那民间团体是呼吁教育部针对课纲闽南语要正名做台语的诉求，莫阁闪避甲拖延。立委嘛表示会继续监督教育部。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健保署对7月开始推动特殊急症照护的示范计划，让肺炎、热路也是皮肤感染者的患者会当选择伫咧处理也是照护机构内底接受抗生素的治疗，减轻家属甲病院的负担。总统赖清德早起嘛亲身来参加政策启动的记者会，还佫对这患者来表达关怀。2、1，启动。为了要实现在地安养。卫生部健保署伫咧3在地急症照护示范计划，7月开始实施，互因为肺炎、尿道感染或者是皮肤甲软组织感染的患者，会当伫咧厝内或者是照护机构内面接受抗生素的治疗。总统赖清德初二早起也亲自参加政策启动记者会。你有欢喜无？唔免去病院、住院，就直当接受治疗。赞哦！健保署表示。台湾明年114年将会建立超高龄社会，老大人人口照顾的需求悬，正需要医疗甲长照介入。即马伫咧3在地急症照护，若是人减轻家属来回病照顾的负担，也降低院内感染的风险。部分负担比大院的费用会当省差不多5000，估计有5400人会当适用。把这个家呢当成是医院一样的住院照护的模式，那其实这几年呢，在国外也陆陆续续兴起。那么台湾呢，也有几位医师像年轻的我一样，偷偷的在做这些事情。列入这个计划的病人，如果真的因为投药没有效，然后去打点滴也没有效，必须真正要住院的时候，医院有预留病床给他，绿色通道。健保署强调，健保将会补助3.5亿。目前申请示范计划团队总共有169个，已经核定148个，继续伫咧审核。另外，也强化分段科技的整合，搭配远距医疗，也个远端看控，建造长照3.0，让病人会当得到全人全庭的照护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特别进入风台季，消防署今仔日特别展示因的整备工课，包含着无人机这的救灾装备，而且也宣传着防灾2点通的手机 App， 让民众会当随时掌握着上新的灾害状况，查着附近的避难地点等等，提早做防灾准备。无人机飞去天顶，透过无人机的镜头，地面有啥拢看甲真清楚，还有一个现象通协助救灾。当年7月份，台湾进入风台季，面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消防署展示因的风台整备工课，这个甲民间合作推出的无人机，就通伫道路登记的时阵，勘察状况，提供救援。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高空的方式去知道整个灾害现在的一个情况。当产生孤岛效应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无人机去了解孤岛内现在的一个即时状况。
那有人员受困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透过无人机进行一个救生圈的抛投，或者是缆绳的一个抛送。我们无人机在不管是这个台风或者是火灾，或者是水域，或者是陆域，或者是山域里面呢碰到状况的时候呢，24小时白天的光线或者晚上的这个红外线呢，都可以用这样扫描的方式定位到需要救灾的人。除了无人机点开消防署的防灾移点通 App， 就通看到上即时的防灾告警资讯。另外，附近倒位有避难场所，这个 App 内底也有收。这个 App 有几种语言的避难地图，会当先嵌伫手机内底，就算伫无网络的环境也会当看。它就一样会是呈现英文版的避难地图，它就可以随时放在手机里。因为有时候灾难，也许它会呈现网络情况不好，它随时都可以知道要去哪里避难。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亲像无人机，消防署已经训练700个人会晓操作。面对风台季来临，政府也已经过点道路较集中去的地区，要求地方政府先做好预防，先准备好紧急避难措施。另外，内政部也当咧积极培训民众真侪防灾师，把防灾的能量迁入到社区。即摆已经有2万多个防灾师，估计明年会当达到4万个，希望加1分准备，通减1分灾害。记者郭永哲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会暴动案，前总统 Trump 有部分的免除权 ，Trump 有可能伫咧选总统进前唔免阁出席国会暴动案的审理。因那现任总统拜登的团队表示，就算法院安尼裁定，嘛袂改变 Trump 煽动暴动的事实。美国最高法院昨日以6-3裁定，前总统川普伫咧2020年国会暴动起诉案享有部分的豁免权。川普伫社群媒体讲，这是咱国宪法甲民主的大胜利。案件关键是大法官对川普迄当阵的行为认定是总统的公务也是私人行为。若是公务有豁免权，私人行为就无。所以即马川普被控想要颠覆2020大选结果的诉讼庭诉，会发挥下级法院。Going to require more work done by the lower courts, it makes it quite unlikely that any trial for the former president could take place before the November election. Some of the core functions of being president, like for instance, vetoing legislation, could never be the subject of prosecution. But prosecutors will have a chance to present evidence to rebut that presumption. 川普的前测诉史蒂夫·巴农7月初被掠去关，伊是因为违抗调查2021年1月初日美国国会大楼攻击事件所发的传票，被判藐视国会，判4个月。I am proud of going to prison today. The message of President Trump is very simple: fight on. 总统拜登的团队讲，最高法院的豁免裁决并未改变迄天暴力煽动的事实。另外，因为拜登伫咧辩论的表现被认为是灾难叫，即马上新的情形是，民主党的高层已经排除将拜登换掉的可能性。Sources told us that his family, in particular, First Lady Jill Biden and his son Hunter Biden, encouraged him to stay in the race and keep fighting. And those are the two people he really listens to the most. 拜登伫咧辩论了后，甲出来人踮伫咧大卫营。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拜登有一寡家人私底下对团队替伊所做的辩论准备工作正不满。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伫咧辩论了所做的民调，认为拜登无应该继续竞选的民主党人，自离家的36%增加到46%。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有史以来上早形成的4级飓风贝罗，初一登陆加勒比海南边的岛国格瑞纳达，造成正大的灾情，佮害因规个岛超过9成拢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就警示，贝罗真紧就会升级做5级，是正危险的飓风。风台贝罗伫东加勒比海地区透强风，在南部线岛建筑的厝顶也拢飞飞去。美国国家风台中心发出警告，贝罗会带来灾难性的大风雨，佮威胁性命的风暴潮。贝罗是历来上早形成的4级大西洋风台，也是6月份记录中唯一的4级风暴。提早出现真奇怪，科学家发现贝罗经过海峡的水温比平常时的温度29度加1-2度。The water there is hotter than it would normally be at the peak of the season. In terms of ocean heat content, it looks like the peak of hurricane season is the second week of September. 贝罗是伫美东时间初一透早11点，
伫加勒比海岛国格瑞纳达的卡里阿克岛登陆，上大风速每1点钟240公里。根据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这是150亿年以来所记录到下过格瑞纳丁群岛上强的风台。总理米切尔表示，卡里阿克岛干那半点钟就雨扫平，全岛55%失电，部分网络也未通。Warm water is what's fueling the thunderstorms, fueling the clouds that form thunderstorm. We see that there's definitely more rapid intensification and more intense higher end storm. 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让地球暖化更加严重，海水也变更加温暖。贝罗即阵的结成甲威力，拢提醒世人必须爱为地球环保赶紧行动。过去大西洋中部甲东部通常伫8月份，因为累积高压的热能，才会发展出风台系统。美国风台科学家科斯就表示，贝罗伫6月份就出现，是因为伊就是即马是9月份。公司新闻黄文玲朋友。镜头转来看国内苏花公路的中德路段，昨暝又搁发生土石流，双向的交通长站也搁捌有车辆伫遮受困。加在经过抢修，透早是已经互车辆离开啊，现场嘛继续咧拍通。也因为这车路未通，秀林乡公所今仔日是宣布和平村停班停课。另外，若是花莲、着连宜兰的旅宿业嘛受到这交通未顺的影响，现在的停班率无到3成。苏花公路中德路段土石放弃，伫宜兰甲花莲之间的交通未通，未接到火车伫中德段头前单抢通，因为加南回运费的加倍，敢会当等公路好。如果我们走南回的话，运费会 double 啊。因为它一般来讲，如果是疫情性封闭的话，它早上就会开啊，因为有土石流。初一暗时，花莲落大水后，第9线真侪路段发生水泵山阻碍通行，伫会德崩坑内底，传出真侪只汽机车条咧无法度出来。公路局预告，苏花公路伫12点进前会当顺利通车，受困的38只车是伫7点就出来啊。因那铁路也一时双向未通，经过抢修，初二透早东正线已经抢通，西正线当咧抢修，即马是单线双向通车，来回宜兰甲花莲的车帮按算拢会慢5分钟到10分钟。那经过昨天晚上抢修之后，我们目前东正线已经抢修完毕。那西正线的部分，因为土石量较多，而且所在位置抢修不易，这样，那所以我们目前仍然还在持续抢修中。随着大雨甲车路断去的影响，树林乡公所初一透早宣布和平村停止上班上课，因为交通常常受阻碍，唔但影响当地居民，搁有真侪游客烦恼受困，也唔来花莲观光，连宜兰也受影响。本地业者表示，休热停班率无到3成，民宿业也真惨，敢若1成到2成。我没有办法，我要去，我只是1日游的，我不需要2天1夜，我停留越久。我玩我就会越担心，所以我们县府这边还是会持续的来跟中央争取相关的补贴。旅宿业者也继续争取宜兰列入观光补助的范围，因为来宜兰游客虽然复苏，不过多数是来一天，关于大的人也是真少。县政府也呼吁观光署应该比较大胆，甲宜兰也列入去地动了后进行观光补助的县市。记者综合报道。平日都有这样。中华关半暝传出有不少民众电话拢卡未通，连110、119这紧急电话嘛拢断线，状况维持有差不多1点钟。中华关府表示，目前是无去影响到救灾。因为中华电信讲，这是因咧换设备所造成的暂时障碍，已经伫咧半暝1点10分的时阵，全面恢复正常。电话一个通，中华关以救勤务指挥中心随受理报案，救灾救护未等急。不过7月初2半暝，中华电信市内电话系统大断电，119甲110拢卡袂入去，民众烦恼发生紧急状况，无法度报案。因为紧急状况的话打不通，没有办法求救啊。中华关警察局表示讲，半暝发现106样接起来登记，随向系统厂商反映，大约半暝12点50分开复。后续敢若一通电话反映无法度接通，不过无报案的案件。消防局嘛指出，各种的时间大约1点钟，目前无传出影响救灾的状况。调查内部线路无问题，会甲电信业者确认原因。那昨天晚上凌晨的一个断话，大概中断1个小时左右。那据了解，这个应该没有一些重大的一个案件来发生。那有关未来的部分，我们将跟中华电信这边来研究如何来强化整个119线路的一个韧性。
中华电信敢若透过文理回应，为了提升客户语音服务，伫7月初2半暝进行设备更新。期间因为导流线路有各样发生问题，影响中华、南投、云林部分地区的用户。伫半暝1点10分，通讯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电甲民营的卖料电厂有签25档的买电合约，原底电厂1号机应该伫咧6月底就停止运作啊。不过电厂讲发电量无达到契约规范的，所以就继续放。看团到这支电厂营业恶相作业，今仔日去监察院定情呼吁监委就爱来调查。我们要终止合约。大城化考后，几落的环保团体伫立法委员声援之下，随利到监察院定情。环保团体即期台电甲民营的卖料电厂签25年的买电合约，本来电厂的1号机应该伫咧6月底停止运作。不过电厂所以发电量无达到契约的规范为理由，得到延期，继续毒害云林的居民。你们以为云林人没有声音吗？你们以为云林人老弱妇孺都没有尊严吗？财团想要赚的钱1毛都不能让他少赚，那为什么还要同时牺牲人民的健康？难道不能去买再生能源，买比较污染比较少的电？环保团体即期专案有恶相作业，向长期关心相关议题监委寄费用定情，希望监委会当调查行政院长杜永泰、经济部长郭志辉、加台电董事长詹文生是不是有违法渎职？我们的政策是要转成燃气，而且是减煤政策之下，它要转，所以它已经做好那个接收站，环评也都过了。那为什么不做呢？还要再演绎，所以这个我想我有必要再了解。监委强调，会依照环保团体所提供的资料进行详细调查，查清楚合约是不是有疑点，抑有相关官员是不是有疏失。记者综合报道。前镇渔港是全台上大的远洋渔港，政府开卖5亿来打造前镇渔港尊玩会馆。这阵游戏会早期的营运，不过煞面临着1楼、2楼已经营业啊，3楼、4楼的旅馆区煞未当营运的状况。渔会表示，这是因为要经营旅馆，要以公司的名义去申请登记，所以就要等通过内部规范成立公司了后，才当申请。全新的座椅放伫旅馆区大厅，毋过塑胶膜还无拆落来。不管是双人房还是4人房，床组设备拢已经到位。这是前镇渔港尊园会馆，规栋4楼的建物，1、2楼店家区、专员洗身区、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拢已经营运，所以只剩3楼、4楼的旅馆区也未当营运。我感觉是有发展啦，哈，我伫遐久的感觉就是有加进步小可安尼啊。I didn't know. I don't join because I have a job in a ship. 高雄区渔会表示，主要是经营旅馆需要按照旅馆业管理规则，用公司名义来申请登记，由主管机关核准了后才会当营业。但是内部还佫有渔业法等相关的规范要审核，内部通过了后，设立公司名义才会当进行后一步，也未摕到相关证照进前，敢会当先空咧。没有办法，因为目前的话，我没有拿到那个旅馆业的许可，是没有办法开放的，所以必须要有公司的登记好，然后再去跟观光局去申请旅馆业的登记跟许可才能营运。政府为了改善停伫渔港这资源所在的环境，开了将近5亿来打造全新的会馆，捌面临着3届对外招标失利，最后由高雄区渔会来承租营运。面对也无法度营运，渔业署回应等候的期间，真侪方式搁咧研究无明确的定论。毋过希望会当较紧，互资源去大愈好的目标无改变。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2018年开幕的台南真善美剧院是台南市头一间艺术电影院。不过，昨半暝伫咧剧院的面册卖奖也就有公告讲，因为大环境的因素，剧院要伫咧8月初1就收起来啊，民众拢感觉真可惜。来到真善美剧院外口，虽然还未营业，不过这个地点有影是大多数府乡人的回忆。7月初1暗，台南真善美剧院伫咧面册卖奖也公告，要伫咧8月初1关门。消息一日出来，互大家拢真唔甘。线的影片类型，甲咱一般大型的迄种美国啦，当倒位的影片来讲，较特别，所以其实会当针对较介意无共类型的
民众去遐看，会当可能通敲找到伊介意的类型安尼。那就整个大时代的潮流，就像当年的录影带、当年的 VCD、当年的 DVD， 慢慢的走入历史。那我想，这个我们也觉得不胜唏嘘。但是我希望，事情是不是还有转圜的余地？那还是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多去增善美。真善美公园伫日本时代号做宫古座，后来由中影接收改做延平戏园，也毋过后来因为产权的问题，趴园数十年遐尼久。2018年改做真善美公园，也真做是全台湾少数的艺术电影戏园。麦甲延平戏园真好的全美戏园，到搭也阁保留迄当阵开幕的时延平戏园送来的牌匾。毋过时代咧变，电影戏园渐渐失落去，老戏园有影歹经营，嘛敢来当家己找出路。疫情改变了那个观众的观影习惯了。以前电影院他们没办法过来，就在家里看电视，看一些平台。当然这样会就是也对戏院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之前的危机是2轮戏院1年关2、3间，现在也听到首轮1年再关1间、2间的这种消息，听起来都很惋惜啊。真善美公园做的是非商业性的小众市场，经营有影是较困难。最后也因为时代无同，开6档就发要收大，互人真遗憾。台南市政府表示，会搁甲业者来参详，敢有其他经营的方式，望市民会当来捧场，互老戏园继续做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居民为着家己方便，趁暗时甲无爱都市包，对楼顶乌白等落去车路。都市包内底水是夜间规世界，民众发现到了后，惊会去影响到交通安全，就赶紧通报。警方追查到人了后，会由环保局依照废清法来开罚，相当会当罚6000块。车拄啊开过一包白色的物件，就对天顶落落来，加载无等到人甲车。6月3日暗时7点外，高雄凤山新北街一个徛户，对楼顶等4包物件到厝边门口的马路顶悬，发现的民众看到内底不明的水，造成路下骨，怀疑是油，赶紧通报。了解以后，有先请那个清洁队先把现场的油渍先用那个木屑把它处理掉。因为那个会有公共危险的一个疑虑。马路风破掉变侵蚀，环保局赶紧到场清理。里长表示，新北街虽然是巷仔，煞有袂少机车经过，万一是由恐惊害人刹车，因为涉及公共安全，警方顺线查到弹的人，对方表示弹的是厨师包。男子表示，抛扔的物品为厨师包，并非油渍。因单独方便，将家中车上的除湿剂公事包丢至路面，将里面的液体流出，并立即将垃圾丢弃。弃置除湿剂污染路面，已违反废清法第27条规定，裁处1200到6000元罚款。除湿剂主要成分为氯化钙，当吸收足够水分后，会完全溶解成透明液体。环保局提醒民众，家用厨师包袂使直接等粪扫车，爱先将内底的水倒入水槽才等掉。初期透早倒来现场，马路阁有清理路面的三马夫，民众贪图方便乱等粪扫，即马防以废清法开罚。里长嘛呼吁当事人莫阁犯，以免造成用路人的危险。记者陈恒宇、柯正俊高雄报道。7月，台东的阿美族族人陆续拢会来举办丰年祭典，通常会以传承文化的青少年成长营开始学习部落的传统生活。不过，伫咧卑南溪塔拉的部落，因为溪流内底原生鱼种逐年减少，外来种增加。今年鹿野乡的7大阿美族的部落青少年文化成长营，水利署就特别和部落合作，引进河川的生态教育来教育青少年，进行祭典文化，嘛会兼顾着生态。鹿野乡7大阿美族部落联合举办青少年文化成长营热戏节。初二正式开训，有30多个青少年参加。在前一天的课程当中，部落老人甲因做特别的热戏人啊，佮提到卑南溪布置陷阱，以及佮去溪内看是毋是有抓到鱼。丰益有没有鱼？都没有。我们大人可以带小孩子看生态，给他们生态，又教他们。部落老人讲，其实卑南溪的鱼已经愈来愈少。水利署第8河川分署今年就特别找生态保育机构，用部落祭典甲青少年熟知卑南溪原生鱼种，也互青少年学移除台湾西部一深东部溪流，促成溪谷的强势外来鱼种。鱼类的一个捕捞，可能因为太过度了之后，然后导致了本身
在我们现在卑南溪在鱼类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数量种类上面呢，有一些相对的一个降低的情况。只有认识了在地的原生种跟外种，他们以后在记忆或者是在猎捕的过程，才有办法去判断这件事情。台北胡川分署表示，鹿野乡阿美族7大部落联合青少年成长营已经办10年，今年是第一摆将生态教育纳入课程，唔通掠鱼伤过头，希望透过教育甲鱼渡外来种活动，达到恢复必然溪流域原生鱼种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车头逐天拢有60万人需要上便所，为着要让便所更较清气，代替有开卖50万，伫咧便所加装检测的仪器，只要便所伤过臭，就会通知清洁人员去摒扫。另外，便所内底阁有感应式的服务铃，旅客唔免试铃，就会当去通知清洁人员。代替表示，若是试办期间大家回应感觉袂歹，未来就会扩大来举办。伫代替台北车站的便所天棚顶加一个黑色的装置，原来这是代替新加装的科学侦测仪器，将便所内面的氨气浓度超过20 ppm， 就会自动发出信号通知清洁人员。清洁人员伫咧接到信号了，就会去便所内面地板、马桶、水便座，每一个所在拢会清一遍。那好啊，这样非常人性化。我觉得很好啊，可能会比较干净吧。代替表示，这个科学检测仪器会进行氨气、通风加照明的检测，以科学数据化来管理便所，进一步解决便所垃圾、湿加臭的问题，提高便所的舒适度。另外，便所内面也个结合着感应服务铃。旅客唔免用手持，只要手一握过去，就让通知清洁人员来倒沙缸或者是摒扫。如果有超过20 ppm， 清洁人员就会直接到侧间来做清洁。不定时的时候有超过20，那也是会提供讯息，由到赖群组。请清洁人员赶快到现场去做清洁。环境部伫咧去年11月捌公布民众对公共便所评比的结果，伫迄当阵代替的便所，互人评定是上垃圾。即马代替开卖价50万，伫咧13间便所内面，引入日本的便所检查技术，经一日每工有60万人流，将便所需求正悬的代替台北车站试办，希望会当提升便所的清洁品质。记者综合报道。语言文字化才有法度代代传。长期拍拼咧保存布农族语的专家甲布农族语言发展协会有共同伫咧信义乡举办族语文字化的共识会议，呼吁族人要重视文字化这件代志。长期拍拼保存部落族语的专家专正文，伫台湾部落族语言学会指示之下，伫信义乡原住民文化馆举办族语文字化，嘛是传承族语正重要的共识会议。族语的文字化就是，把我们说的族语，用拼音符号把它拼写出来，然后加上中文的注解，然后这样才有利于我们保留传承。今愈来愈少人会晓讲布农族语，布农族语言的专家专正文自退休无做国中校长了后，就正拍拼利用布农族语翻译圣经和编写网络的口语教材。台湾布农族语言学会甲原民会嘛甲支持，协助伊做伙推动族语保存。第2场的布农族的共识会议，那我们就是这次我们也是请我们的讲师来讨论，就是如何去附赠这些我们真正的我们的语言呐。如果从家庭开始，现在就是很重视在族语保姆的部分。如果有些族语的部分呢，从小幼教开始来执行的话，一直到长大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成效会比较好。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想办法，我们的语言把它文字化。那其实这个对我们的语言的传承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在台湾，除了华语以外，各族群拢有语言流失的危机，尤其是原住民的语言上严重。即马布农族语的专家专正文拍拼推动族语文字化，嘛希望所有族人会当做伙来学，让布农族语通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里长咧调查水源，煞去发现到一座对日本时代保留较重的磅坑，各界拢咧要这个磅坑到底是啥物作用？地方嘛希望会当继续调查历史，也活化这个文化资产。出沙
去建造着小便的集水厂，爱要下变道，必须要经过咱铁桥路的下面，所以咱做一个类似迄个泵坑伫遐起哩。无伊中间，佮发现拄即个疑似算5分车的迄个泵坑。为虾米这个泵坑藏伫山沟，即阵才互人发现？因为这便若落雨，产地就会淹大水。里长是甲区公所人员开年半的时间调查，才伫山沟发现这座日本时代泵坑。头先掠准讲是防空号，推测泵坑有300米长。文化局初步判断，这个泵坑毋是基尾线的5分车的路线，应该是旧三甲的分野。初步评估这个隧道的位置，并非日治时期糖铁旗尾线的路线所在。毋望未来会当知影泵坑历史，会当外化，通甲地方产业做连结。记者张依辉、顾兆勇高雄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31度至36度。中部地区32度至37度，南部地区32度至37度，东部地区30度至35度，一个外岛地区29度至33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